示爱方式 Top 3，最后试探法。酒是促进情感交流、诱发酒后吐露真情的最佳催化剂。总之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表白和被表白多在喝醉以后。你干什么？刘总，这样显得更真实一点，对吧？咱们打个赌，你说田助理会不会趁您喝醉以后偷偷的向您表白？唐特助，你可以撤了。收到。做你的 lucky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甜甜小姐吗？柳先生在我们这里喝醉了，您可以过来接一下他吗？能是能，但……好的，那我把地址发给您。喂，不是，喂，有没有搞错呀？这么晚让我去接，唐特助是罢工了吗？刘总，刘总，你怎么醉成这样了？刘总，田助理，我不想回家，家里太空旷，都没有人陪我。酒量不好就别硬撑了，这大晚上喝成这样，家里的被窝它不香吗？慢点，程柱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醉的。天哪，还好是我。要是换个力气小点的女生，估计会把你放在地上拖回来。好痛！没想到田助理竟然这么热情，居然壁咚我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表白了？她的眉毛好好看啊，皮肤怎么这么细？还有这唇怎么这么像果冻啊？我在想什么？走了，就差临门一脚了。田助理不会因为害羞临阵脱逃了吧？哎呀，田助理，争点气呀！还说我睡品差，我才冲了杯蜂蜜水，你就睡到地上去了。哎，刘总，你醒醒，你都睡地上了。哎，刘总，这是蜂蜜水，你喝一口醒醒酒。田助理。
你好像有话要对我说呀，你说吧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你说真的啊，刘总？ Come on, baby。是这样啊，你的病呢已经好了，我对你来说，应该不算是个助理了吧？当然了，你对于我来说，早就不是个助理了。那我以后可不可以不要以助理的身份被你召唤到身边啦？可以啊，你说吧，你想换个什么身份，我都答应你。Come on。那太好了，我希望我的业余时间可以有更多的自由。可以啊，毕竟我是一个尊重员工、有自己业余生活的老板。介于今天晚上我照顾你到半夜，明天我可以调休半天吗？行。谢谢刘总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现在就走啊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很快就要明天了。我可以调休了吗？拜拜。田助理，谢谢你今天晚上的照顾。哦不，现在不能叫你田助理了，只能叫你田设计师了。不过，这么叫有些别扭。为了显示我们曾经是亲密的搭档关系，我可以叫你阿田，或者小甜甜。你选择一个吧。阿田，小甜甜。晚安，阿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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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鬼啊！阿田，你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呀？都有黑眼圈了，你要不要也敷一片？等等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阿田。奇怪，并不觉得肉麻呀。Rose， 你再叫一遍。你今天不正常啊？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。我觉得我们刘总喜欢我。你这是终于切换到我们言情小说的频道了呀？这得是泥石流霸总爱上我的剧情吧？不是剧情，是现实。Rose， 你看啊，我出外勤，他专门跟过来，还陪我吃饭。他是怕你偷懒，所以时刻盯着你。我那个灭绝时代总编也这样。他喝醉酒联系我，让我去接他，照顾他。他这是把你当24小员工使唤了吧？那他总是以特别助理当借口，让我陪他一起干这干那，是为了接近我吧？你这是被 PUA 了吧？这明显压榨你剩余劳动力呀！那他送全办公室人早餐，唯独我多了他的人形立牌和写真。姐妹，他就是奇葩。以我的经验啊，你这就等着被心生不平的同事排挤吧。那他叫我阿田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叫着方便？姐妹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人生在世3大错觉：第一，手机震动；第二，我能反杀；第三，他喜欢我。那是我想多了。Lucky, luck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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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你的 lucky, lucky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哪位？学妹，是我。罗斯学长。大福基金的流浪宝贝公益项目启动了，我想找人协助完成，你愿意过来帮一下忙吗？哦，我愿意。
做公益我愿意。好。这次公益性的活动，你毫不犹豫的答应，是我看好的学妹了。学长，公益活动人人有责嘛，更何况跟学长在一起做事，又开心又能学到很多东西。这次除了要给流浪宝贝之家出宣传册之外，我还想给宝贝们设计一些玩具。你看，这是一款猫爬架的设计图，我想把这个猫爬架搭建在室外。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，我一直在上面讲。可以吗？谢谢学长。我觉得这里可以稍微改动一下，可以增加一些隐蔽感。学长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流浪动物大多数都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把猫屋改成封闭式的，既可以为它们遮阳避雨，又可以让它们有藏身的安全感。不错，学妹很有想象力和同理心。学长也很有爱心啊。做你的 lucky lucky 的手机 lucky。对不起，学长，我去接个电话。阿田，明天晚上可以邀请你一起共进晚餐吗？抱歉啊，刘总，我明天有安排了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好吧。唐特助，哎，你不是说从睁眼到闭眼，我已经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温暖着阿田了吗？那为什么阿田会如此没有温度的拒绝我？您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您预约了餐厅，给他准备了烛光晚餐呢？做人要讲信用，已经说好了，不再强行占用他的时间，怎么可以道德绑架呢？刘总，你真是越来越体恤别人了。哎，我也有个想法，您可不可以也对我更好一点？唐特助，我已经对你好到你开始跟我提这种要求了。依然是比不过田助理的一天呢。哎，明天是周末，有什么事情能比陪伴我更有意思呢？那一定是天灾人祸无法脱身的事儿，否则不会有比跟刘总您在一起更有意思的事儿了。如果这句话是从阿田嘴里说出来的，我觉得会更悦耳。那这个周末，不如刘总您就在家里休息吧。不，全球都在内卷，我怎么可以懈怠？把我的周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。好的。看来我这个周末又泡汤了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这是订单明细，你签收一下。老板，我要验货。行，你看，都是好东西。看看。老板，我们预定的是项目，这项不是吧？没有啊，你看这箱，多像啊！不是像不像的问题，而是是不是的问题。小姑娘，你看这个色泽，这个纹路，都是好木头，结实的很呐。师傅，橡木防虫蛀，你这个木头风吹雨淋很容易断的。小姑娘，我们厂的木头都结实的很，人都掰不断，更不用说给猫用了。你就别太较真儿，都差不多嘛。你要是真这么说，我还真较真儿了。你不说掰不断吗？哎，如果你能掰得断，我二话不说给你换。师傅，能履行你的承诺吗？行行行，小姑娘，我这就给你调货啊，给你换啊。这还差不多。
学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好巧不巧，就在你刚才咔嚓那块木材的时候。不是学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个人性子是有那么一点点刚，但刚才我是正义的暴力。正义的暴力，你总是能给我意外的惊喜。不是惊吓就好。正义的暴力，挺可爱的。哎，学妹，小心！阿田，你得注意安全。刘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叫学妹过来的。阿田迟迟不回应我，难道是因为这家伙的干预？刘总，您来了。罗先生和田小姐也在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千盛集团的刘总，是我们流浪宝贝之家的赞助方。我特意邀请刘总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。刘总，您看，这个是罗先生和田小姐一起设计和搭建的。他们用爱心为猫咪们打造了天然的游戏乐园。哦，我已经感受到建造者满满的爱意了。哼哼。刘总这么热心宠物公益，我想一定非常喜欢小动物吧？抱一下嘛，很可爱的。田助理。啊？田助理。方馆长，媒体还有1个小时就应该到了吧？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吗？这个霸总居然怕猫。你笑什么？给我吧。对了，刘总，千盛集团那么多事等着你做决断，怎么这么小的一个公益启动仪式，你竟然有时间亲自来？公益不分大小，难道你觉得我不能跟罗茨一样深度参与公益吗？不是啊，主要是这个活动是由学长发起的。之前在山水村，你们2个气场不合，我担心。他发起，我发扬光大，在这场公益里，我们同等重要，而且筹办大福基金，我不可或缺。也不能这么说。如果没有罗茨学长，我们或许就不会关注到流浪动物，更不会有大福基金。你怎么总替他说话呀？我似乎听到了我的名字，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学长，你那边忙完了？不用了，我来就行。我刚才跟阿田配合得很好。行，你来，谁来不一样啊？也不是兄弟，但田助理。啊？田助理。哎。刘总，你没抱过小动物吧？我不喜欢那种软乎乎的触感，让人觉得很脆弱。其实很治愈的。你要不要尝试摸一摸看？就试一下。哎呀，你就摸一下。不要。
试一下，来来来。怎么样？它主动用头蹭你，说明猫咪很喜欢你，在你手中感到安心和愉悦。哦呦呦呦呦！刘总，要不你抱抱？抱一下，快救一下！据说这只小猫在被救助的时候身上有伤，很没有安全感。我也是尝试了几次，才赢得它的信赖。没想到你第一次就成功了。那这个小家伙，他还是挺有品味的哈。阿田这是要主动跟我进行亲密的肢体接触。不盛开的花朵温暖我的海岸，与你相遇的春天。刘总，是你今天喷的香水，有猫最喜欢的薄荷味道。啊，哈哈哈。这样啊。阿田总能带给我一些勇往直前的勇气。看他笑得这么开心，我的心也跟着放烟花。关爱小动物，为相对弱小的他们献上一份爱心，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却可以改变一生。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，利用闲暇时间作为志愿者投身到公益活动中去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萌宠，度过一段充实而又有意义的时光。谢谢大家。唐特助，这张照片有点水准。刘总，我是以黄金分割线比例为您拍摄出阳光、热情、人和自然的爱。你又进步了。这一回合，人类幼崽成功抢占喵星人阵地。神探八草已经融入到和猫争中。怎么样，阿田？有没有觉得这张照片充满了爱？唐特助，田助理呢？他刚才说上洗手间后好像一直没回来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活动结束了，坐。学长，这次公益明明是你牵头做的，怎么在采访时却偷偷躲在这儿啊？我问你，流浪之家救助流浪宝贝目的达到了吗？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做公益最重要的就是结果。跟学长在一起学到的，永远不仅仅表面这么多。来呀，小宝贝。我看到一个吊坠，和你插画里面的隐藏 logo 很像，所以我把它送给你，感激你这次不辞辛苦来帮忙。
学长，你居然知道我插画里的隐藏 logo？ 我仔细阅读你之前的作品，能把自己的名字和 logo 完美结合，令人惊艳。其实很少有人能看出来，学长真是太厉害了。谢谢学长。阿田，干嘛？找你有事。对不起啊，学长，我先离开一下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刘总，你这样真的很莫名其妙，没有礼貌。我没有礼貌，像罗斯那样手都要碰到你的脸了，他就有礼貌。刚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，是那样，这样。阿田，我刘总，不早了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又走反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罗茨的手都快要碰到他的脸了，我只是复原了一下事故现场，他怎么就跑了？刘总，所以是谁碰了田助理的脸呢？当然是我。那就不一样了。刘总，你真是撩人于无形啊！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们爱情的箭头是双向的。你想想，田助理对于你的接触反应如此强烈，不恰恰证明你在他心中与众不同吗？可他为什么要躲开我如此撩人的示好呢？女孩子总要矜持一些嘛，或许内心是很激动的。你说的对，阿田一定是害羞了。我就说嘛，见过如此优秀的我，怎么能看得上罗茨？对呀，刘总，我已经示意方馆长为表感谢送田助理2张电影票，爱情片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田助理明天就会约你。这次干得漂亮，算你将功补过。下班了。啊 ，Nice， 双向奔赴 ，Unbelievable。满血复活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